多個韓國藝人包括 IU、CNBLUE、Beast、Infinite、FX 同埋 Wonder Girls， 琴晚嚟到香港，為今晚喺亞洲國際博覽館嘅演唱會做準備。大批 fans 一早去到機場等候，搞到機場人山人海啊！有 fans 仲拎住橫額歡迎偶像喎。拎住公仔嘅 IU 第一個行出機場，佢好親切咁同 fans 揮手啊！1個鐘之後，男子組合 Beast、CNBLUE 同埋 Infinite 一行17人行出機場，佢哋同 fans 微笑同埋揮手。Infinite 嘅成員仲做出 V 字手勢，等大家影相添啊！雖然旅遊車嘅窗簾已經拉埋晒，但係見到 fans 咁熱情，有成員亦都拉開窗簾同 fans 揮手啊！女子組合 FX 同埋 Wonder Girls 10個女仔戴住太陽眼鏡出現嘅時候，一度引起混亂啊！佢哋上咗旅遊車之後，亦大方同 fans 揮手，最後亦喺 fans 嘅尖叫聲中離開。